有一年嘅6月咧，發生咗一單5歲小朋友喺1.5米深嘅泳池浸親嘅意外。咁事發地點咧就係喺美國西維珍尼亞州嘅一個市政泳池。咁當日咧返工嘅就有4個救生員，2個咧就坐咗喺個更台度啦，1個就巡池。咁小朋友沉咗落水之後咧，都一段時間先俾另外一個小朋友發現到。咁救生員救佢上嚟之後就即刻同佢做 CPR 啦，然之後就交咗俾救護同埋消防去接手。但係好唔好彩就係7日之後咧，嗰個小朋友都不幸咁樣離世。咁通過呢個 case 咧，都想提一提各位家長，even 就算有救生員嘅泳池都好，咁小朋友浸親嘅時候咧，好多時都係靜同埋冇聲。咁佢哋唔會話我會叫救命啊，或者會拍水去求救。咁所以如果嚟緊呢個夏天，家長諗住帶小朋友去泳池啊，或者去酒店去玩水，記得都要自己睇住佢。